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慧丽。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越剧傅派艺术，以及傅全香与范瑞娟两位老师主演的越剧电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傅老师所演绎的《梁祝》。梁兄，命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好，好啊！也没家具，相比爱生。他梁兄之宝也蛮好。梁兄此来是路过，还是得到？愚兄内得提到此。一来与神不大人亲爱，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九妹，是啊，那一位天堂老大说一嘴，你虽家有小九妹，长亭大面
有什么话不能讲的？哎，今世无妨啊。两兄，何事？自从小妹比你归来，哎，弟弟作子，哎，已将小妹的终身啊，许配马家了。马家，马太岁的儿子马文才。你好，你在长平是做媒，谁到家有小九妹，几岁九妹就是你，你为何又是马文才？两兄啊，难道你小妹心里上过？解放前，《梁祝》又被称为救命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戏班子生意不好，首先就会想到演《梁祝》，只要一演这出戏，剧场里肯定爆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如此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自然也引起了电影公司的注意。
拍摄于1949年的五彩电影《粤剧精华》中，就选入了由傅全香与范瑞娟两位老师主演的《梁祝哀史》《楼台会》。梁祝，小妹自动别你为人啊！弟弟做事让小妹懂得
到不必两家同安慰，妈妈家如此聚在，你两家子无在无事与无美，同大一大心呀嘞，两兄啊，离空那是有的心悲，表妹匆匆开马家，年名已经难谁两三把做银的这个美丽的转色，家喻户晓，流人千古。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郑州市在电板上湖北啊，在劳动之余，就会唱前面走的梁山伯，后面跟着做银啊的。啊个铃哦铃铃哦，哦咿呀啷哎呀！傅全香老师在回忆自己的学艺生涯时，一直忘不了尹桂芳与竺水昭两位大姐当年对自己的栽培和提携。而傅老师成名之后，也时刻将培养年轻人放在心上。沈玉兰就是受傅老师颇多指教的演员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沈玉兰与傅全香两位老师合作的《梁祝》选段《楼台会》。
男三月，弟弟因故马家是两兄啊，弟弟自命不难为马家他亲难。
18相送是整出《梁祝》中较为轻松欢快的一折。然而，曾经无数次在舞台上扮演祝英台的傅老师却认为，看似轻松欢快，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要求是很高的。因为18相送对于塑造祝英台人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楼台会。这段18相送也是傅老师在舞台上演出最多的折子。两兄啊，你我红颜两半开，我夜里你还有夜来加倍，我领的将门你一句话，问两兄你家中可有几万开？你嫂子与兄弟婚配，今日要问我来，要是你两兄听必定，表弟替你来做大媒，夜里替我来做媒，爱你是千金哪一位？这是我家姐妹，不知你两兄可是哎？姐妹今年有几岁？她是与我同年哦，乃是双胞胎。姐妹与你可相像？她平毛就像无影白，那里子谁在口不开？啊，家务找我见英台，自此多谢夜里来哟陪。我家1955年的秋天，由上海越剧院组成的中国越剧团赴当时的德意志民族共和国访问演出。在柏林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时候，来自东方的美丽爱情故事令这个世界惊叹了。
演出结束后，观众热情的掌声几乎要将剧院的顶棚震穿。在如雷的掌声中，大幕一次次被拉开，傅全香和范瑞娟两位主演一次次携手来到台前，向热情的观众致谢。第二天，柏林的各大报纸不约而同地报道了这个令人激动的不眠之夜。他们这样写道：这一晚，来自遥远东方的这对美丽的蝴蝶谢幕竟达28次之多。玉兄，这所愿里，你可知我为你一路
兄弟红盖儿子开两杯，那红的开张做银杯，那黑的开大你娘不与你三爹夫妻不难配。也要与你同完。娘小妹来送你一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最感动世界的旋律，许多灵感来自于越剧。春约梨园2005年春节戏曲晚会上，82岁高龄的傅全香老师伴随着小提琴《梁祝》委婉深情的旋律，款款登上舞台。神采飞扬的他见证了一个永远不老的美丽传说，一个所有人心中的小九妹。圣兄于所为之。居民
情。